对设计旅工作上哈，来呀，他们连给旅社中不他，弄电他来呀，故说是把乔南就天上签的要为这些问题修理，那啥这是嘞。交通交接对设计旅罗沙来也那么也长了了，故说是当乔南就天上签的，那边这里看上来的这边这上面的这些问题修理，那个罗沙这是的嘞。那个咱们刚刚说，俺得听到我这个主播。康中听到听了吧，吃了啥主意？那个他当对年龄差嘛的呀，老啥个产品而已。差嘛老啥的哪里呀？不是谁当，那么产品，啥个是突然就被给摘起来的？差嘛，一种整体了的呀，几百万小。哎，听见那么说，我不啥，俺的电车的，你对的呀，你东店面交接子，老啥的做一百个，听见那么说。金山成军，乔瓦郎中，内面司令，你对呢，这不用为，这些问题属于。罗萨这是的嘞。我们光三个都是注意，应该在那边我三边那多人家差不多。我说社长乔郎中，平常成都用的，这些问题全都。Hello， 人家这是对人是的，我三边领导参与了啥？这是对，平常成都是没给我结束了呢，这是对。应该不他们想那边的，罗萨边那呀，说社长乔郎中，平常成都用的这些问题属于，应该这是的嘞。也参谋看啥？俺的写不等真容易。我三边呢，也连接参谋，不是社长乔郎的，平常强调用的，这些问题属于这些的。Hello， 连接看啥？俺的刚中不都回来耶？连接老三拉这些的嘞，南阳就讲讲什么用呗？这些问题属于这些的嘞。应该看啥？俺小王。看啥？俺的一帮。连接我三边那位呀，乔郎中的，平常成都用的问题属于，这是嘞。这是嘞，罗萨这是嘞。你看个啥？俺的晓不晓得？罗萨的呢，跟他做平常成都的，乔郎中，成都这个主角是，这是嘞，这是嘞。